唔知，唔知，邊個破產啊？喂，呢張嘢咧，邊個破產啊？冇過都係破產。自己啲財事啦，又搞安基院，又搞宏福院，又搞瑞和院，你收皮啊你！政府嘅香港特別行政區，為咗係咪你賠錢啊？咁講啦，為咗你賠錢啊！你俾人又揾翻3800嚟嘅戶口，白痴仔，夠咧！建築工程師有呢樣嘢㗎？圍標你就一早嚟，你冇而家先嚟。呢個周身債、周身官司啊，自己知啦，俾雷劈㗎你！你冇俾